御龍軍虎真係狼來了啦！尋晚蚊姐姐漏夜出咗一期視頻，今朝9點鐘就有客戶去到現場排隊準備執筍嘢。不過，真係狼來了啦！10088係3樓到4樓呢啲嘅低層單位，11088係5至10樓嘅，12588就係20樓以上嘅單位。呢一個開發商你掂啊！又成功免費做咗一波引流同曝光。不過話時話，講翻呢個樓盤，當時嘅拍地價都要12,000蚊一方，真係買一套就蝕一套。呢個樓盤分2期開發，2期仲未對外開賣，1期2棟同埋6棟就係人才房，而3棟、5棟、8棟就係商品房對外開賣。第3棟係2梯2戶119方，5棟係2梯2戶143方，而8棟就係2梯3戶嘅產品，102方、119方就係兩邊翼位南北對流嘅，而02突出嚟嗰戶就係119方嘅飛機戶型。嗱，敏姐姐亦都特登查咗一下呢一個樓盤1期嘅網簽，3棟、5棟、8棟3棟樓加起身，總共先至網簽咗20零套嘅。呢一個開發商亦都認真難啊！嗱，講翻佢嘅景觀同埋2梯2戶嘅設計，呢一個地段嚟講，放喺過去真係一個搶手貨。但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啊！呢一個產品擺翻喺而家新規產品出咗嚟之後，110到145嘅使用率，而呢度嘅戶型產品只係得78%，客戶真係唔係揀啊！只不過買呢個價格係無批價格，俾咗首期之後仲要拎現 cash 出嚟去裝修，咁又確實係有啲為難嘅。嗱，今期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啦。呢個樓盤咩價格你哋會入手呢？歡迎打個卡一齊講一講啦！我係中山敏姐姐，粵語講樓，得閒飲茶，下期節目見，拜拜！中山買樓，敏姐姐幫到你手。